OK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司機 Westbrook 啦，今日我就教你啦 bicep curl 啦、push up 啊、sit up、squat 啊嗰啲嘅。咁今日咧就我同埋 lunges 咁，我哋開始嘅喎。我哋咧首先咧拎住兩支啞鈴，咁就將佢拉到二頭肌冇得收縮為止，拉翻落去，如此類推。去做二頭肌硬舉，留意唔好做啞鈴飛膊喎。仲有一個咧就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咧就sit up 咧就好似擺幾個地氈喺度啦。嗱。1、2、3，嗱，我哋咧做 sit up 係練個 abs 嘅，就千祈唔好用 pat pat 嚟比嘅，就用我哋個 abs 腹肌比例。跟住 squat 同 lunges 啦 ，squat 咧就大約深蹲就1、2、3。伸開大髀，咁咧就唔好覺得咁輕鬆冇問題喎。呢個輕鬆咧係練唔到四頭肌嘅。就1、2、3，跟住增加難度咧就開始啦，就加支啞鈴。好，坐起，坐起。坐起，跟住就 lunges 啦 ，lunges 就啞鈴前步中，我哋拎住兩支啞鈴，平起胸膛，第一隻腳踏前，我曲後邊嗰隻腳，好似踎低咁樣，進低少少，一起身，跟住第二隻腳向前。跟住起，跟住第二隻腳起，後邊嗰隻腳起，咁就完成。跟住仲有一個就咁樣，跟住一個去翻呢度，留意下我哋要平衡喎。第二隻腳。呢就 lunges 啦，嗰大約咧介紹咗呢啲運動啦。OK， 呢條片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有興趣嘅喎，拜拜。